高雄有一个30岁妈妈和伊6岁查某囝是相依为命。去年10月呢，伊就讲爱趁钱，烦恼讲这6岁查某囡仔会乱走，就用铁链啊，甲伊的查某囝链伫咧一间仔内面。这一审法官的时阵，甲伊判刑3个月。高雄市社会局也要提醒讲，这6岁以下囡仔或者是需要特别看护囡仔，是袂当甲伊一个人头店住内面。若真有需求，会当找算点钟的领报。 6岁查某囡仔互铁链绑掉咧，去年10月中，老母要出去工作，惊伊乱走，也出现特殊行为，甲囡仔绑伫个浴间仔内底。经过大楼管理员协助，警方缉捕了后，甲人救出，也甲老母移送法办。法官认为老母行为可能造成这查某囡仔身心灵受到伤害，以成年人超工对儿童犯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罪，判刑3个月，赔额1颗罚金。纵使是为了要管教 被害人的不当行为，也应该用理性的方式，不能够仅因没有时间看顾被害人而外出工作，就用铁链将其困在浴室之内。一审法官认为老母心灵反省也无正确，考虑家庭这因素，判刑3个月。社会局伫司法了后，甲囡仔安置，裁处老母接受强制亲子的教育，即阵依原伫执行。 对着有临时托育需求的家长，各用7月15个据点提供计算时间的托育，拢是专业合格托育的人员，若有需求应申请。社会局提供计时的托育服务，有日间、夜间，还有24小时跨夜的不同形态的定点的计时的托育服务，鼓励家长 很累的时候不要太惊，然后来运用我们的托育服务，因为一方面也是提供给临托的托育人员一个工作机会。亲像鉴定区一个爱群定点托育中心，每一个时段至少会接收4个6个月到6岁以下囡仔，成绩业务的恢复这个工会也建议家长多多利用，因为若只有登记照护需要喘息一个，饲囡仔过程上款需要有人斗3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